伫台语表演艺术拍拼18档的阮剧团4月中要巡回演出10点这出戏。这出戏舞台剧已经是要搬5点钟，因已经准备2档啊。因是改编国外故事来演，也毋过这摆要用台语来搬咱台湾的故事。惊人的刑事案件、过去的历史事件，阮剧团改编5大奇案的新作品《10点》。第一部奈何桥一开始，就有震动的气氛，甲宗教鬼神的元素。因为5大奇案内底几乎拢是你讲凶杀，也是迄个时阵社会面对不公不义的一寡表现。所以其实伫阮即道的设定内底，既然叫做10点，当然有咱对于善恶的一些批判的一些思考。10点这出戏分做奈何桥甲轮回道2个部分。2部分拢是2点半钟。阮剧团表示，过去因改编的经典作品拢是国外的故事，即摆想要伫国家表演艺术中心用台语来讲台湾的故事。阮是把这个改编的轴心转回到咱在地台湾，而且阮即道要挑战的题目是5大奇案包括周行过台湾拿刀记嘉为清末民初开始传颂100多年的这些经典的故事。刚刚他们开头念的那一些事件堆叠的感觉，跟就是《华都街记》的最后不是有列出很多的歌曲的名单，对，然后就会觉得说它是一个就是会让我自己脑海里面有很多五味杂陈的感觉。第2届国家表演艺术中心3馆强制作品，都是阮剧团开2档时间筹备的10点。嘉义县政府表示，家己制作好剧本要伫国家表演艺术中心来演出，为着要互因会当有好的表现，特别提供场所互因来排练，嘛安排初8、初9这2暝，互家己在地民众手头前看这出好戏。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